伫咧新德县有一间庇护工厂，本地因的经营就是真辛苦。即摆受到疫情影响，因的订单是直接减到一半以上，连餐厅的生意也减少三成。真侪伫咧做事的家私头仔歹去，却是无钱通好修理。伊也希望讲外界有人会当来甲因斗相共。拍开冰箱，内底空空，原来早就已经无法度使用。毋那冰箱，另外一边的电风箱原底有2站。即马剩下站会使含放，老师无奈表示器材还去，但是阁无钱通好修理。对，刚开始就是买那中古的来的，然后这边又已经是差不多8年了，所以它的温度都很不稳定，常常烤了那个明明是设200度，它就往上飙，然后出来东西都黑了，然后学生的话你就更不放心让他烤。这间庇护工厂在地经营7档啊，除了训练身心障碍者的工作能力，也提供膝头。过去经营就足辛苦，即马面对疫情影响收入，国部长才向外口讨救兵。后续一个当然就是人力上，我们看怎么去做精简，但是人力精简毕竟还是有个限度，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照顾更多的身心障碍者。对，那再来就是成本上如何去做考量。来到餐厅，学员认真切刀啊，毋过详细甲看，店内煞一个人客拢无。疫情冲击各行各业，外界爱心关注，也比往过减了真侪。因希望大家通斗相共，就因度过这届难关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